欢迎收看《萌宠攻略》，我是小龟。现在人啊，大家喜欢养宠物，都会希望自己的宠物呢就很温柔、很温驯、很亲人，对不对？那我就灵机一动，觉得有一个想法：肉食性动物跟草食性动物，你想想看哦。肉食性动物像狮子啊、老虎啊，可能平常跟你感情很好，但是肚子一饿，吼！你就不见了哦。但草食性动物呢，它可能吃素啊，就觉得个性好像比较温柔、比较乖。但真的是这样吗？现在我来到动物园，后面很多很可爱的小鹿斑比耶。我邀请到我们动物园的保育员嘉宏。嗨，你好。嘉宏你好，我小龟。好，你好。辛苦了，多来光线。对啊，这个天气啊。嘉宏，我刚刚啊有讲到这个肉食性跟草食性这件事情，对不对？哎，是。我问你一下。真正草食性的动物大概有哪些？草食性我们常见的动物的话，大概是牛、羊、猪、马这一些，对，我们平常人比较容易见的。对，其他比较特别，可能我们就是要到动物园来看的。像后面这个小鹿斑比也是草食性，对不对？哎，是，没错。那还有什么？大象也是草食性。大象、犀牛、河马，这些都是比较大型的。草食性动物，那你看看我们那个卡通看很多，小鹿斑比很可爱，小飞象也很可爱，所以这种草食性就是都很温柔，然后大家觉得啊好疗愈哦，这样吗？不是呢，你不是吗？你认知错误，不能这样子分，是不是？是没错。那不然嘞？因为像一些河马啊、大象啊、犀牛这些比较大型的草食性动物，它们领域性非常强。所以他们要保护自己的领域的话，他们就会很凶。你是认真的哦，是没错。所以我们就是卡通看太多，你知道？所以草食性、肉食性不能这样分。哎，不能。原来是这样子哦。好，那我问一下，像现在我看到我们前面这个是你刚刚准备的，哎，是，这是那个饲料吗？梅花鹿的食物。这是鹿的，他们都吃什么啊？这边有这个是青木草，就狼尾草。哦。这个是让他们补充纤维的概念吗？没有，他们就是吃草、吃树叶之类的。这个嘞，这个里面是我看到有胡萝卜、高丽菜，还有木薯炒粒，然后麦片，还有那个肉羊饲料。平常都吃这个，对，吃得很好呢，不错啊，好像营养很丰富这样子哈。是，我们还会添加一些维他命，是，对。去补足他们需要的营养素就对了。是因为人工饲养的没有像野外它那么多营养素，所以我们在人工饲养的时候就会特别加一些他们野外会摄取到的营养。是，好，大家都会去那个日本喂鹿啊，但是我今天来这里，你知道你都要喂他们了，我就来当小帮手好不好？哦，可以啊，我们一起去喂小鹿斑比，可以吗？好，来，我们来。动物园里面大大小小的动物真的非常吸睛，不过只能远远看，感觉不太过瘾。今天我就要跟着嘉宏一起踏入梅花鹿的领域喽！耶！我们刚刚已经准备好了这些，要好好的让小鹿斑比们大吃一顿。大哥，我现在要帮你做什么事？我们一起把这个搬到那个它饲料槽。好，来，嚯！等一下，我们先把它分开。好。哦，你们看起来很兴奋呢。来，我们这样慢慢的，好，都慢慢的，要平均，对不对？对。迫不及待哦！来，小等一下哈。哎咻。好 ，OK， 这个就先放旁边。还有别种菜。好。来，加菜哦哈。他们是小朋友吗？还是他们都已经2、3岁以上了？他们是很胆小，是不是？对，梅花鹿本性就是很胆小，容易紧张这样。不对啊，我去奈良，它是一整片公园，满坑满谷，你随便走到哪里，你看又被吓走。日本的就是你随便叫随便来，跟狗一样哎。因为这是大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是我们不是从小喂他们长大的，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奈良那边的环境是大陆会带着小鹿去跟人们讨东西吃，是，对，但是这边的
它本身就没有这个习惯，就对。对，因为这些我们养的这些鹿比较不开放游客做深度的接触了。那像这个梅花鹿，它其实是台湾的品种吗？是台湾特有种。那为什么叫梅花鹿？因为我们看它身上的斑点就知道是为什么叫做梅花鹿。对，白白的这样一点一点一点，像花瓣一样，梅花的花瓣。难怪叫梅花鹿。所以它们其实个性到底怎么样？真的都这么胆小吗？也有一些比较会亲近人的，可是那是很特别的啦。是，但一般来说，其实也是尽量他们野生的状态，就是会比较有野性一点点。对，像我现在看到这一些啊，他们都没有那个鹿角，都是女生，是不是？对，鹿只有公的才有鹿角，只有公的有鹿角。那我问一下啊，他们会去比那个鹿角谁的比较粗，谁的比较大，谁的比较雄伟，这样吗？会啊，就是可能他是里面鹿群的老大。看上面，然后又大又粗的就最厉害的这样。所以是发情的时候会用吗？还是会拿来打架？公鹿跟公鹿之间会彼此打架。难怪你说很危险，对不对？如果到时候万一他的对象不是鹿，是人的话，可能就会打人打到受伤了。所以不建议说人们太靠近那个野生的鹿。野生的鹿看到还是要就是尽量。能够远一点就远一点，我们就静静远远的看着它就好了。是，所以大哥，像我们一般如果在看到大家养的，或者说动物园看到，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情？我们如果跟梅花鹿轻度接触的话，就是最好不要随意喂食，因为我们它有人养的话，我们都会给它那个很专业的那个喂食，食物，然后及补充营养，所以不要随意的喂食是最好的。好啦，就是好好的欣赏他们可爱的那一面就好了。但是大哥，我刚刚这样只是稍微帮你忙一下啊。你要做的事情很多你这样子一整天这样，你到底要做哪些事情？我们我们在做的话，就是喂食他们，然后打扫他们房间这样子然后观察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切，可能他们身体的状况还有他们粪便的状况对，从这些状况我们可以发现说是不是有生病这样子。从早到晚这样子观察，然后还要帮他们弄吃的，帮他们整理房间，保育员兼保姆的角色是辛苦你了。不会。不过我觉得今天一整天下来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不见得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感觉，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但是最重要就是真的老话一句，好好的看它可爱的那一面就好。那至于专业的部分，就交给专业的保育员来吧。好，谢谢。是吧？大哥辛苦你了。来，我们继续努力的帮忙。离开了梅花鹿之后接下来要带大家去看另外一个萌宠他们在综艺节目上面可是红过好一阵子，而且长得很可爱，也很幽默。他们就是草泥马，很慵懒，很悠哉，有没有？看得真的很 Q 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草泥马，可是也不是这么的了解他们。我们当然要好好的问问我们的达人，欢迎达人登场。我们欢迎郑医师。你好，小龟。在我们背后就有一整群看得好疗愈的草泥马。但是大家都知道草泥马，医师为什么叫草泥马？关于草泥马这个名字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听说是从2009年才开始从中国网络那边网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出来。好，那不然他们真正应该是要怎么叫他们呢？一般我们比较通俗叫它就是叫羊驼或者是小羊驼。真正就是羊驼，可是羊还是驼，哪一种？原则上它其实是偶蹄目骆驼科的动物，其实它是跟骆驼比较亲近。但是体型比较小一点点，对不对？对，所以这种我们会叫它小羊驼。那他们是台湾本身的动物吗？不是，他们是来自南美洲的秘鲁、阿根廷、安第斯山脉高原的动物。他们是长在高山上，对，比较高原、比较冷的地方的动物。这样在台湾不就其实台湾很热对啊，天气上嘞，是啊，怎么办？
哦，原则上这些羊驼它们可能已经来台湾很久了，所以它们已经稍微生理上去调节自己对气候的耐受性。但是原则上还是不能太热。所以我们的内设我们都会帮它装冷气。这么好，它有冷气吹。是的，是的。没办法，因为本来的那个特性就这样子嘛。对。那除了它们很怕热，需要吹冷气之外，在照顾这些草泥马还有什么样的特性要注意啊？哦，其实这些草泥马，其实它们是吃草的，对，它们跟牛羊很像，所以它们吃的东西也不能给它随便乱吃。哦哟，有可能它会很容易拉肚子啊。那平常吃什么？它原则上它的主食就是以牧草为主。当然来台湾之后，为了适应台湾的，因为台湾没有它适合它的植物，怕它营养不够，可能会额外再添加一些蔬菜啦，添加一些饲料。去补充它的营养。是，但是草泥马看起来就是很萌啊，很可爱，想跟它拍照这样。但老实讲哦，它们会不会很凶？哦，其实呢，草泥马并不像外表上看的这么温驯。真的假的？它们也是会有生气的时候啊。那生气怎么办？哦，它们生气起来可怕了。哦，它们甚至有时候你去接近它，它可能会来一个回旋踢。啊，先有回旋踢的部分哦。对，还有嘞。会有，而且它最终的它一个行为，它会吐口水。你说它生气会自己吗？对，其实它紧张啊，或者是觉得危险，甚至它攻的我要宣示我的领域的时候，它就会到处吐口水，那个口水味道非常的难闻，非常的臭。因为那个它是反刍动物，它是反刍出来的的食物这样。所以看到它在吐口水的时候，你大概就要先心里有个底了。是啊，我们先以退为进这样子吧。是的，是的，它应该是在生气了，警戒的感觉就对了。对，是的。好，那你今天还要做什么事情？待会今天哦，原则上我今天的任务就是来帮他们做一些外观的例行性检查。那可能等一下我可能会做一些基本的理学检查，就是听听他的心跳，听听他的胃的蠕动音，这样子啊，检查他外观啊，他皮肤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好 ，OK， 那我就来当你的小助手，可以吗？没问题。好 ，OK， 谢谢你。OK。这个羊驼不但会怕热，要吹冷气，生起气来还会吐口水，听起来好像有点公主病。在喂饱它们之后，郑医师说要帮它们做个例行性检查，到底会怎么做？我实在也相当好奇。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帮草泥马实施一些例行性的事情。医师，你已经带了这个听诊器的部分。是啊，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事？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帮他做简单的例行性的检查。这个东西是大概多久要做一次？原则上例行性检查，其实如果说有时间，其实我们是不就是随机的。觉得有需要的动物有状况，我要看一下，我们就会帮他稍微做一下检查。那是要听什么？原则上啊，这个听诊器原则上，因为它是吃草的动物，跟牛一样，所以我们会去听一下它的流位音。看它是不是有蠕动很快的情形啊？那其实也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拉肚子啊，对的问题这样子，或者是如果可以的话，看能不能听到一些心跳，看心跳有没有规律这样子。但是原则上，或者是呼吸道的声音这样是，但我现在看到后面就有一种待宰羔羊的感觉，就跟小朋友不喜欢看医生一样哦，他就有一种你知道，随时在看你喜被冲啊，你喜被冲啊的感觉。我要怎么帮你？你给我这个手套，但是我也是爱莫能助。原则上呢，羊驼我们不管在做任何操作的时候，第一要件就是要先抓住它。等一下会先由我来确定抓住它之后，再交给你。医生们加油 ！OK， 好。我没有办法保护你。好，这里轻轻抓着就好了，轻一点。好 ，OK， 好 ，OK， 好，不用那么紧张，好，放轻松。我也是第一次跟他这么轻松，放轻松，不用那么紧张。好。原则上我们会先看看它的耳朵啊，是，闻看，看有没有异味。好。然后我们会看看它的身体啦，它的皮毛有没有什么外观的损伤、伤口，它的脚啊，一些各方面四肢。现在看起来怎么样？现在目前看起来这只还蛮健康的哦，小青眼健康哦。对，然后我们可能翻一下它的肛门，看看有没有拉肚子啊，有没有沾湿湿的便便啊。
好，原则上我们就会听一下，稍微听一下。哦，我现在是在听他的呼吸的声音。那你会听出他现在很紧张吗？是的，他现在非常的紧张。真的假的？是。心跳很快吗？对，心跳很快，呼吸也很急促。哦。原则上都还算正常。那我现在要怎么办？那我们就来帮他做一下理毛的动作。他好像有听到你要剃他的毛哦。真的，我声音打开啊，还是我请我同事来帮忙抓，可以吗？启动神救援。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经过神队友的救援，羊驼情绪马上冷静下来，乖乖的给郑医师理毛了。怎么差这么多？哦，真的好多毛哦，医师，修蛋姐的，我们先 QK 一下。所以这个就是剃下来的毛，是不是？是啊，刚刚仿佛就是经历了一场，你知道剃毛实境秀。哎，没有错，我们真的冒着生命危险，他也是很紧张，对不对？是啊。那个神队友一直这样安抚他，神队友给他爱，培养爱的部分。所以这个毛啊，我知道，像我们羊的毛不是经济价值其实蛮高的嘛。那对草泥马来说，他们剃下来的毛会有其他的用途吗？原则上，其实在南美洲的时候，他们的毛是很重要的，就是制作衣服、制作棉被的来源，因为他们那边气候非常的寒冷。其实它的毛的保温程度，甚至比羊毛还要更好。哦，真的哦，所以它的毛经济价值是非常高的。不好意思，帮我打包。哦，原来有这么高的经济价值。是的。看来你知道理毛可以帮他们看皮肤的状况之外，其实毛剃下来之后也是有其他的用途。这样。是啊。好，那其实天气真的很热啊，像医师讲的，草泥马在台湾真的也不是这么的容易适应。所以，如果我们一般去不管动物园看到，或者是说其他地方看到他们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们是比较好的方式啊？哦，原则上啊，他们虽然外表看起来蛮温驯的话，但是他们毕竟还是保有野性。对，所以原则上，其实我们最好就是观赏它就好了。观赏它就好，看它一定的距离看它就好了。哦，而且像现在有很多流行，可能为什么东西吃，其实他们也不见得那么适合。哦，对他们可能因为肠胃道的问题，可能甚至多吃的一些红萝卜，可能吃多一点，它可能就会开始拉肚子。对。总之呢，我觉得下次大家看到草泥马的时候，就是看它就好了，欣赏它的可爱，然后欣赏它很疗愈的感觉就好。但是专业的就交给专业的来，对不对？对。但是我们该做的事还没有完成，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帮它剃毛，好不好？医师加油 ，Go！ 继续努力哦，冲啊！离开了动物园之后，接下来到桥头这里呢，要带大家来寻找另外一种超萌的草食系萌宠。这种萌宠啊，在古代可是皇家贵族必备，而且历史上呢有很多很经典的，像是赤兔马，还有地炉等等。没有错，今天就要带大家来看神居。当然邀请到我们神居达人教练，你好，小龟你好。哇，真的是很大只的神居耶！这是你的马吗？对，这是我的马。什么名字？这只马叫 Jennifer。International 啊 ，Jennifer，Hello。但是我问一下2019年的，你知道大家骑 Autobike 啊，骑铁马，教练，现在真的还有人在骑马？有啊，现在很多人在骑马。现在的运动休闲，很多人在接触各式各样的运动。那马术运动就是其中的一项。那尤其是我们的马术夏令营队，或冬令营队，这是非常热门的活动。已经俨然变成一种全民都可以做的运动哦，不再是贵族皇家的那种交通工具，对不对？是。但是老实说，第一次看到马这么大只，我也是会害怕。不要怕，它们其实是非常温驯的，是不是？对，草食性动物是很温驯的，类似像一只小绵羊，但是它只是比小绵羊大一点。对。
有点勇猛的小绵羊。是的要怎么跟他开启我们的第一次的接触呢？好的，接近马最简单，你一定要出声音，你不要偷偷摸摸的去接近它，接近它吓它一跳，它会踢你一脚。对，所以你知道接近它的时候，不管是吹口哨，或者是发出一些喉咙的声音。这样子，它就可以耳朵接触到你的声音，它就知道是我们人类接近它，它就不会想要驱离你。那它驱离你的方式，唯一的方式就是身体要180度向后转，然后把你驱离。所以一般来讲，你只要出声音接近它是没有任何的危险性的。有哎，你刚刚一发出声音，我就看到它耳朵这样，有没有？开始在搜寻，所以它是认声音就对了。对，认声音，因为它不像狗，狗的嗅觉，那它是靠耳朵。那我问一下哦，像我们养狗养猫啊，对，他们会认主人。哎，小白、小黑啊 ，Jennifer 会吗 ？Jennifer， 你只要给它一个口令，它就接近你了。比如说，没有，它开始在寻找了。对，给它一个简短的声音。真的耶。对，所以它不见得可能知道你是谁，但是它听到那个声音，对，就会知道说是他熟悉的，对不对？对，简短的声音就可以了。好，那我第一次看到 Jennifer， 我要怎么取得她对我的信任呢？可以抚摸她吗？还是让她舒服一点的？好的，在这边马的中心点之前是属于奖励奖赏的部分所以当你要接近它的时候，很简单，从它眼睛看得到的地方正前方来接近它。接近的时候，拍拍它的脖子，或者是接触它的鼻子，这个部分都是马很愿意，而且很常常和我们人类产生互动的一个方式。你可以试看看。我就摸摸它。Hi Jennifer。你可以摸它的鼻子，摸鼻子，然后拍它的肩膀，拍它的鼻子好软哦。呜呼。Jennifer， 对，脖子必须拍大一点，拍出声音来，要大力一点，因为皮比较厚，你知道。摸摸它。为了我等一下的安全，我还是要好好的跟艾居培养一下感情，希望待会他可以跟我默契十足，达到人马合一的境界。嘿嘿嘿，我会不会想太多了？天哪！总教练把 Jennifer 交给我之后他就走了，他叫我找一个教练，可是。你跟我走一下，不好意思。来，教练，等一下救我，拜托，我没有牵过马。哎，先给你，交给我就好。哦，毕竟这么大一只，我也不是这么好操控。教练你好。今天要麻烦你了。当然。但是刚刚总教练跟我说，您好像大有来头哦。对，我是去年我们台湾的青少年组冠军，马术的部分障碍。先给你掌声鼓励一下，哇，青少年组的第一名哎！我问你哦，你这么年纪，这么的轻，怎么会接触到这项运动？其实是我国中的时候，然后有一天路过一个马场，然后就进去骑了马，就爱上骑马这个运动，就决定把它当成未来的志向。一骑成主顾，从此之后就决定往这边发展这样子。OK， 但是马是很温驯的嘛，刚刚总教练有跟我说，可是如果要平常训练啊，或是干嘛，他也不认人啊，所以你们是用声音还是用什么方式跟他们沟通吗？对，他会认我们的声音还有气味，对，你身上的气味，还有你所发出来的声音，是，还有你发出声音的强弱，他会知道哦，现在要做什么。透过这样的训练跟他沟通就对了。是。那平常还会做什么事情？平常我们训练的部分就是会有调教，会有圈层的部分。圈层哦。圈层对。是带着他走路吗？类似，但是还是我示范给你看。好啊，都来了，我请教练帮我示范看看好不好？像有点类似我们牵着他走路，但是他会有跑的动作。对，然后而且我们人不用一直走，我们只需要在原地绕圈圈就好。是。像现在这个是漫步的部分，然后我们会透过我们的声音指令，对，然后跟他说要快步，要跑，是，要加速，这样就是圈层就对了。对，教练，我今天来啊，我也没有真的骑过马或是干嘛的，我今天有机会可以跟 Jennifer 互动一下。那等下让你上去可以吗？试试看。
我要不要注意什么？好害怕哦。坐在上面就好。真的吗？好啊，好啊，好啊。那我来骑马好了，好不好？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好，走上来，嘿，然后左脚踩这个凳子，左脚踩这个凳子，跨过去，跨过去吗？像摩托车一样，很好。对，坐着就好。啊，右脚要干嘛吗？哦，要踩着。要踩着。啊，吹波。加。哦，来，这里。好，很高什么意思？开始了吗？对啊，你上去就开始了。好，我等下会透过用我的声音，然后让他知道要加速，要快一点。所以，对你只需要速度还会再快，是不是？这很慢啊，这很慢吗？好，我们把身体坐直，尔康的感觉，看远的地方。好，来喽。好，来了是。对，我们会透过这个声音，透过声音跟他沟通。有哦，恰恰恰的感觉哦。哦，好像回到什么清朝，你知道？哦，有呢。好，现在我要让它慢下来。好。好。对，用比较柔的声音，它就会自己停下来了。好神奇哦，因为你只是发出一点点不一样的声响，对，然后它就知道它现在要做什么动作。它会去判断那个声音的强弱。哇，好，教练，我先离你近一点好了。好啊。我刚刚真的有一种古代人的感觉，但是你知道平常啊，喜欢看那种宫廷剧啊，或者是喜欢看一些武侠剧啊，他们都很帅，有没有？然后他就跳啊，或是跨啊什么的。我今天可以让你试试看最基本款的，对，障碍物跨过前面这个障碍物哦。对，这个有什么难？这个那么低这个可难了。一般马遇到这个会有点小紧张，所以我们要透过练习。透过练习，他们不敢跨过去。对，真的假的？那是一道墙。好，我们现在试试看。好啊。跨过去。对，你看他会，好，教练，等一下，我有疑问，我们跨过去了。对，跟刚刚我在平地走一模一样啊。对啊，哪有差？没有差。那我要的是那种那种尔康那种，你知道？有机会吗？可以吗？可以啊，但是我来。哇！亲眼看到训练师骑马跨栏，实在是有点震撼。人跟马之间配合的天衣无缝，看得出来花了不少时间去磨合，才能培养出这样的默契呀。不过在马儿辛苦的训练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来让他们饱餐一顿喽。来哟！放饭哦。好，这个是他们的大餐。哎呀，迫不及待呢。教练，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我们现在要喂饭，然后整理他今天的最后一餐宵夜还有晚餐。这个是他们的宵夜，真的草食系的萌宠哎，这个他们就会肚子饿就吃这样。对，就是他们吃这个吃多少都没有关系。为什么？促进他们肠胃蠕动，膳食纤维。对。没有。以为自己肚子饿。好，这个呢，我们待会就帮他铺在他们的房间里面嘛。对，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沾一点。所以他们是只有吃这个吗？还是会吃别的？没有，这个是副食。主食的部分我们等一下会给他比较高蛋白的草类。对，这个的话就当做宵夜。对，然后促进他们肠胃的蠕动，而且怕避免他们空腹。那这样子，你们平常还要做什么事情啊？帮他们打扫房间吗？对，例如像这个马粪，对，我们每天早上来要先看一天他们一夜晚上有多少大便，喝多少的水。对，如果马粪的量特别的少的话，就要担心他是不是肠胃没有蠕动的那么好，还是喝较少水。所以其实教练他们都要身兼保姆的角色，你知道吗？每天来巡房，就有没有大便，有没有尿，有没有多吃一点，对不对？所以还有很多事要做。当然。可是教练，我好奇一件事，不好意思这个本人不太常看马，就是他们这么大一只，他们到底怎么睡觉啊？躺下来睡觉，会在晚上没有人的时候躺下来睡觉。可是他们脚这么长哎，他们会跪下来，然后再像猫狗这样子。他们还会打滚，会整个翻过去。这么可爱，这么萌，很难想象哎。
可是那时候晚上的时候才看得到，现在看不到，因为人太多了。哦，想要睡觉，可是人太多也会害羞哈，不敢。好，所以他们就会像猫猫狗狗这样子趴着，很舒服的睡。那我问一下，他们都一人一间房间哦？是，这么幸福，这样子晚上才不会抢饭吃，然后才不会太挤哦。而且每只马卫生习惯不太一样。很有个性哦哈，每个人个性不同，哎，这样你也好照顾啦，对不对？知道他们水喝多少啊，便便有没有好啊，有没有吃宵夜，对不对？是。哇，今天真的大开眼界，因为没有这样子骑过马，可是一整天下来这样跟马相处，跟总教练相处，我觉得草食系的这些萌宠啊，一开始看很巨大，有点害怕，但其实就像你们说的，跟他们沟通，懂得怎么调教他们，我觉得他们也是很单纯、很可爱的，对不对？当然。哦，今天谢谢教练大开眼界耶！好的，刚刚在喂完马之后呢，突然有一个问题，你想想看哦，这些食草性的动物啊，它们到底是看到草就吃，还是它们会挑草吃嘞？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来到一个牧草田，这里呢，我们要欢迎达人登场。大哥你好，你好，我是小龟。哦，你在这边干什么？我在那边喂羊啊。它在吃草是不是？对对对。哦，这个羊怎么长好像很特别？它是哪里的羊？它是来自法国的阿尔巴因。法国的羊哦，Bonjour哦。哦，没有，他没有想要理我，他只想要吃草。所以他现在在吃的这个草就是你种的哦。这个是什么草？这个是狼尾草。哇，这个因为它叶子多，所以羊超爱吃的。这个哦，给大家看一下。我怎么看就觉得它就是一般的草，但是它有它的品种就对了。对对对。那怎么会想要种这个嘞？哦，因为那个羊只的话，它以草为主食嘛，那能够给它吃青草和最自然的东西，那当然是最好的，它的那个繁殖效率也越好，最好啊。这样全部这么多草啊，你要种多久才可以像现在这么茂密？第一次种可能要100天，它才能采收。是。再来呢，割完第二次以后，每40天。哦，可以。可是这个草不是你如果没有把那个根除掉，它就一直长，是不是？对。哦。领悟到一句非常厉害的话，叫做“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大哥有道理吧？对对。但是安内的对啊。嘿。难怪我想说，草也长得太快了吧？是不是？所以这整片它可以吃多久？一年我们总共可以采收个差不多4到5次啦。哦。那每次间隔的时间，因为冬季它生长的速度就比较慢，可能要2个月才能采收。那夏季呢，可能呢。快一点呢，我们35天到45天就可以采收了。这么多，它可以吃到饱哎！就我把羊放在这边，它就是吃buffet吃到饱哎。对哦，对不对？对。我问一下哦，像这种草啊，羊这么爱吃，所以有人在吃吗？当然有啊，这个人也可以吃啊。这个人也可以吃。我就变成羊咩咩了呢，这个人也可以吃。对啊，吃了会有什么好处吗？哦，会不会吃起来有那种你知道草仔味啊？是安那？咱较早的人啊，讲我食番薯干像迄吼足艰苦的人来食啊，后来咱知影讲哇，原来番薯是遐尼好一种遐尼好的作物啊，牧草也一样啊。大哥，你没有整我哈？哦，没有，这个肯定可以吃。真的吗？你不要骗我。我不想要当羊咩咩，我吃喽。好粗哦！大哥，它有一个甘蔗的味道哎。对，它这个带有一点微甜。这个，就是咱细啊，你只爱甘蔗的感觉啊。对。啊，原来牧草不会有太多那个草的那个涩的味道呢。哦，不会，反而有个那个甘甜的这个 juicy 的感觉哈。是。哦，原来这个可以直接这样吃，而且还可以做成其他的料理。对。好，今天这样我都已经学羊这样吃了，它也一直在吃草。大哥，我来帮你割草好不好？
好，可以吗？可以，我当你的小帮手。可以。好，我们去割草，走。其实割草比我想象中还辛苦哎，尤其天这么热，随便割2把我就已经满身大汗。不过为了要喂饱大哥的羊，我还是要努力。只是说也奇怪，大哥怎么会放我一个人在这？阿郎呢？大哥，你做不够艺术呢？你给我一个刀啊，我底下那刮，我一直割这个。结果你后面开这台是变形金刚还是什么？这是什么？哦，这是挂头机啦，因为我要等于爱饲4、5百只羊啊吼，无可能用手安尼挂啦，起码拢用机械挂，起码什么时代啊？我是笨蛋，我在那边慢慢割，羊会饿死。对，因为其实这个纯粹就是要让咱的游客来体验的。啊，牧场开放咱的牧巢，互咱的游客，我拢有甲你准备刀啊、甲手笼啊。啊，你平常时啊，要来体验一下啊，讲啊挂木头的辛苦。嘿。啊，这台是啥物啊？这台是改良过是毋？嘿，对，这就是割草机啊，专门咧针对咱一寡畜牧业啦、饲牛啦，啊是饲羊啊，吼，会当节省人力啊来挂草用的。哦，但是我问一个问题好了，像我刚刚去喂马，他们吃的那个是干的草啊，这个是新鲜的牧草，因是有啥物差吗？哦，这差别最大啦。当然呢，新鲜的营养价那是上盖好的啦。啊，你拍过，一寡营养会也流失啊。那他们这样子吃的话，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哦，这个车子割很快，对不对？对。啊，这样子一整车他们可以吃多久？就只吃半天，我们一天喂2餐啊，这个只吃半天而已，下午还要再割一次。他们的胃口这么好哦？对，他吃一整天。哦，这么幸福啊！当然好像也不错哦，而且草蛮好吃到有甘蔗的味道。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哦，这一台变形金刚啊，它割下来的草跟这个长得不一样呢。对，因为为了互伊利用效率会当较悬啊，所以我就爱甲切到较幼啊，安尼吼，较袂讲一寡骨拢剩啊，就要单头干安做浪费的。嘿，都帮他剁碎剁好，帮他料理好，还可以吃 buffet， 整天都在吃这样子。嘿，那大哥，我问你一件事情，嘿，你这样上午也割，下午也割啊，每天这么忙，个大条瓜细条瓜，你饲这羊啊，为什么要饲？上介大一个原因就是我较早细汉的时阵，家己的气管做歹，啊，所以咱想讲啊，无我家己饲一只羊啊，啊来第二啊家己来食，啊，就是因为安尼才开始饲羊啊。所以喝羊奶奶对身体好，对不对？对，最主要就是保护我们的气管。嘿，那你养了多少羊？我这边可能有450头左右。这么多哦！所以有450只羊咩咩，现在嗷嗷待哺哦，肚子很饿哦。我们回去喂它们好不好？好，走。哇塞，养羊真的是不简单，刮两刮晒两刮，帮他们准备这个草之后啊，接下来喂他们吃饭，然后呢，这是老板的儿子，对不对？阿胜，嗨，大家好，今天麻烦你。好，你们真的很辛苦真的，要这样一直弄buffet之外，接下来还要喂他们吃饭，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给我一把铲子。是的，哇，这个就是我们，这等于是我们等一下用的筷子。羊要用筷子，只是我们帮他操作。好，那等一下我们就帮我把草呢铲到那边去。好，就这样铲，给他们由下往上这样子，对，这样一铲。好，送哦。好 ，OK， 有了，有没有？有了，好，来，你就把它丢这边就好。来，吃饭喽。吃饭啊，最 fresh 的。可是阿胜，我有问题。他们怎么长得跟我早上看的那一只完全不一样？您真内行，真会看。这一只呢，就是我牧场里面的霸王。怎么说？它是我们这边的男生最大只、最壮的、强壮的。它是从美国来的。那只壮，美国就算是比较大。ABC 的朋友，你看跟旁边公羊比起来，就是比较大只。真的呢。讲点英文。特别，这个羊很特别。Hello。所以你平常做这些工作这样，现在在喂羊嘛，对不对？是的。可是我问一下，他们吃这个草啊，只吃草吗？
它吃这个就够可以长这么大只了。会不会需要补充任何其他的营养？当然我们会需要一些维生素、矿物质啊，一些盐巴类的，是，补充它这样子。哦，那如果小羊也吃草吗？小羊呢，它一开始喝初乳，喝妈妈奶奶。然后用奶瓶一罐一罐喂，然后大概1个月的时候，它就可以慢慢吃一点点草。所以小羊是一开始是没有吃这个牧草的，对，它的胃还没有发育完成。它的胃还没长大。那我爸爸刚刚跟我说，他因为小时候气管过敏，所以自己干脆养羊啊，然后这个喝羊奶奶这样。所以爸爸过敏，你也有过敏？我遗传的非常完整。你也过敏，你也喝羊奶奶？对，我有气喘还更严重。那从小你也在羊圈里面长大，对，从小就是跟羊一起玩，小时候就变成这是我玩具，没有别的人。你的玩具也太生动了吧，有450只那你在这里面呢，有没有发生什么很有趣的事情，还是你印象很深刻？有，小时候因为小时候羊比较少，对，那我们挤奶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整排给我们挤，有这一支牵。那小时候我还很小嘛，很小，然后羊是牵着它牵来给我们爸爸妈妈挤奶。那它羊比我大只啊，就把我拖着走，然后就带着我，然后滑雪一样，就这样给它取名叫滑雪冰冰这样。很可爱呢，滑雪冰冰，就像雪橇这样。对，然后它拉着我走，就过去就对了。对，拉着我去挤奶的。太可爱了吧？但现在不这样挤了。这样不这样挤了哈。现在这样挤，内湖啊，好不好？450只挤都挤到天黑了。是啊。那这么多羊里面啊，有没有哪一只跟你感情最好？以前比较少的时候有，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只羊，那个是我们一开始的5只羊始祖。那有一它很老到已经站不起来了，那因为有感情的，小时候从小到大养大的，然后它就是躺在那边，然后我们早上起来呢都会巡视一下羊床，然后它走过来，它看着我，会看着它，然后摸摸它的头，然后我就走下去了，然后回来它眼睛就闭上了，它就是撑着看我那一眼，跟你说我要走了这样，有感情耶！对，他们真的是有感情的动物，就是一定要看到你最后一面，对，他才要去当小天使这样。是的，我快流泪了，天哪！我的始祖帮我上那个眼泪，可是现在有450只啦，对不对？所以每一只都有名字了，而且没有那5只也没有他们。是的，都是他们后代，对啊，小朋友。所以450只吃饱很重要，然后吃饱我们还要去喂小羊，对不对？对。加紧脚步，贝贝虎啊！快！哇，来哦，小风哦！好的，喂完了大羊之后，阿胜给我1瓶奶瓶，这个是我的奖励品嘛，我要喝奶奶是不是？也可以哦，也可以吗？我们小羊没有刷牙哦，要接吻。所以这个是要喂小羊的，是不是？嗷嗷待哺哈，你在这边等我吗？谁要喝奶奶？来！所以这些小羊呢，他们一开始就是不能先吃草，对不对？对，他一开始只喝奶奶，跟我们小朋友一样，就是喝妈妈的奶奶。对，这个就是妈妈的挤下来的，就是最 fresh 的。对，就杀菌完然后给他喝的。他们要喝多久的时间？要喝3个月，整3个月，然后就得一直喂。对，一直喂，一直喂。你们也是羊的保姆哦？对，我们帮他养，他负责生就好。哦，很辛苦哎。对啊。可是这样子喂啊，你先喝一口，我看看会不会喝。有在喝吗？有在喝哎。所以他们也知道奶奶可以，就是喝的健健康康，就可以赶快长大的哦。吃的很开心哦，一下去就快没了呢。有一只又来了。换你。3、2下，得不啊？他们要喝多少？他们一天要至少喝1公斤一餐，那他们一天要喝2公斤2餐，他一天吃2餐。难怪你看小羊的这个需求这么大，所以大羊就要一直挤奶奶。大羊一定要吃很多草才有办法挤奶奶，所以最辛苦的还是你。要疯狂的去种草、割草、喂草，然后还要再帮他们挤奶奶，再来喂奶奶。对。天哪，当羊的保姆真的也是很辛苦啊，胜。真的。那我知道啊，在牧场其实像这样子啊，喂小羊喝奶奶，其实也是一个有趣的互动，对不对？对，可以跟小羊更接近。像你看，你喂的时候，你可以偷摸它，摸它，它就是乖乖给你。真的，你看这样摸它就也不会不见哦。对啊。对，所以大朋友小朋友，就家庭亲子朋友来这边都可以这样互动，透过这样更接近大自然。对，有很多客人买羊回去当宠物的。真的假的？跟我说，他陪他一起睡觉，羊也可以当宠物。他还会自己去厕所尿大便，所以羊是可以驯化的，它很听话。不是，那我需要像狗啊、猫啊这样陪它吗？需要，它更黏。
哦，你只要离开它的视线，它就整天咩叫了，好几年。像有很多有些就是有妥瑞氏症的小朋友啊，他们就是养鸡、养鸭、养手、养狗、养猫都没有用，养羊就是有效，它就是变成，它就是不会那么的暴动起来，然后它就是2、3年有的都没有复发了，是有的。原来心灵上有种补偿。所以羊其实也是很适合当宠物的，对，很适合，然后又很黏你，很聪明，对不对？只是它体型比较大一点。OK， 那我们的奶奶喝完了，接下来听出来可以去挤奶奶，对不对？对。好，那我们去挤奶奶，好不好？来。好的，喂完了小羊，真的是抖了呱塞了呱哦，这个事情做不完呢，阿胜。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帮母羊挤奶耶，而且你有没有看到这众后宫们、众佳丽们？个个都是有胀奶的问题，所以多久要挤一次？每天要挤2次，12小时挤一次，天天都要挤，天天不管停电台风都要挤。好，所以这边我当然后宫众佳丽们正在等候我们帮他们服务，但是先抓了一只，这个我们示范的部分。没错，奶奶在哪里大家一看就知道哈，最大颗的这边就这边嘛，摸的时候呢温柔一点。OK， 好，来，我们手肘的虎口打开，靠上去呢夹紧。轻轻压好就出来了。有哎，哦，它喷射很远，满满的呢。没有，再放开来，再夹紧，再压就出来了。可以试试看吗？来，试看来。好多奶哦，我试试看哦。好，虎口夹紧。哦，好，轻轻压。哎，虎口先夹紧。虎口先夹紧。我先带你。对，好，虎口用力夹，好，压出来。再压，再用力。对，哦，出来了。有哎。亲密接触的部分。好了，但它挤完会比较舒服啦。对，当然。哎，那这个是可以这样直接喝的吗？还是杀菌完比较好。对，虽然我们这些羊呢都在做检查，一些简单没有抗生素啊，那最基本的，但还是杀菌完是最好，低温杀菌，不要高温的。所以一整天跟你这样下来帮忙这样，我觉得好像对这种食草性的动物，羊咩咩什么的，我们也可以更了解它们，知道要怎么对待它们啊，或者说要如何保护它们会更好，对不对？对。辛苦你了，阿胜，你也辛苦了，我真的很辛苦，我继续帮他挤奶奶。广总攻略，我们下次见。全部都过来了哦！好，知道。他们知道你开动了。经济独立哦。还有一表演的部分。